香港知名音樂人雷頌德最近喺唔同嘅社交平台上面，好大方咁分享佢以前嘅往事，唔單止有佢創作經典金曲時嘅心路歷程，仲有同一班歌手合作嗰陣嘅幕後趣事，更加記錄咗佢真實嘅生活日常，內容夠晒風趣幽默，都好搞笑㗎。當中最多人注意嘅，相信一定係佢同黎明合作嗰時嘅難忘回憶。原來 Leon 仲幫佢起咗羅宋湯呢個花名添。唔係咧，羅宋湯隻歌好緊要嘅，我擺喺成出戲最後一幕係唔衰得噶，咁冇辦法啦，我又要放低啲嘢啦。OK， 上嚟都得，有冇蟹粉撈麵食啊？得啦，你上嚟食乜都得啦。咁好啦，永遠都硬唔過去噶啦。咁 Leon 就話：哇，今次我哋啲快歌要超勁，而家聽到就跳到舞嘅。咁我好俾心機，整咗3隻好型嘅快歌 demo。咁佢一聽完呢啲跳唔到舞喎，吓？唔係啩？跳唔到舞？跟住佢話：唔係我跳啊。聽到嗰啲人跳啊，我要參會啲人都走咗去跳，跟我去韓國蒲1個禮拜，你就會感受到我講乜噶啦。同時亦分享咗佢曾經喺事業插水嘅時期，點樣逆境自強嘅經歷。提過我自己嘅谷底期啦，俾人圍毆啦。咁今日講下呢首令我翻身嘅一首歌，聽到個歌詞，好心一早放開我，哇！所有人都話中意，係未睇到作曲係雷頌德嗰時已經話中意，呢個就係重點。如果睇到我名先咧，隨時都可能唔中意嘅。呢首歌出咗嚟之後，繼續有好多人揾我寫歌啦，到今時今日我寫咗900幾隻歌啦。而最值得樂迷細心欣賞嘅就係佢毫無保留咁拆解咗佢經典作品嘅創作細節。呢個主題曲其實係要寫2樣嘢，城市咧我係會放喺個編曲度，而小事2個人嘅關係就會放喺個旋律度。點樣一開頭就將大家嘅注意力拉埋嚟咧？咁我開頭用咗一個咁嘅聲，我點樣表達呢個城市嘅壯觀？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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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鋼琴嘅 bass。呢種拆解式嘅分享，由點樣發掘創作靈感、旋律嘅配搭，去到編曲嘅技巧，同點樣喺創作嘅樽頸位調整心態，將佢嘅經驗傳授晒俾大家，唔單止令網友感受到佢音樂創作嘅魅力，仲俾咗一班喜歡音樂創作嘅人好寶貴嘅參考。對自己嗰個批評係最緊要，多過人哋對你嘅批評。雷頌德分享呢啲短片嘅目的就係為咗傳承香港流行音樂嘅創作精髓，令到年輕一代認識到經典背後嘅熱愛同埋堅持，能夠近距離咁聽到一位寫過無數金曲，又曾經同好多天王天后合作無間嘅傳奇音樂人，親身講你知佢創作背後嘅故事，仲有機會同佢嚟個真人互動，為你解答問題添。呢啲機會真係幾難得㗎，中意音樂嘅朋友絕對唔好錯過啦！中意我哋嘅頻道，請按 like 同 subscribe，多謝。